詩篇第46章第1至11節，一開六角括號可拉後裔的詩歌，交與靈長，調用女音，刪六角括號。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是我們的力量，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二所以地雖改變，山雖搖動到海心，三其中的水雖匉訇翻騰，山雖因海漲而顫抖，我們也不害怕。開六角括號，細拉山六角括號。四有一道河，這河的分叉，使神的城歡喜，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。五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動搖，到天一亮，神必幫助這城。六外邦喧嚷，列國動搖，神發聲，地便融化。七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。開六角括號，細拉山六角括號。八你們來看耶和華的作為，看他使地怎樣荒涼。九他止息刀兵，直到地極，他折弓斷槍，把戰車焚燒在火中。十你們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11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。